小王，小王，你好，你好。掉了呢。哎，走吧，走吧来了，去追。哎，开亮了。哇，really people, everybody, 美美。沿着这个位置出来，这里来了。现在都在几个小时了。下午他们在跳。啊，对，都没休息。今天下午啊，现在还有点早嘎。啊，对。他们一般7点多在用走的形态来跳。哎，这拿手了，拿手。现在拥挤领舞啊。哎，他来了。拍谁？拍小朋友吧。跳了有点久哦。那拍谁？我想拍谁就拍谁啊！我肯定不会管那些。队服这些，这永贞我想一下啊，拍了吗？HM4吗？HM4啊，1万多，1万4，15000加镜头，12105，114，哦，那边可以，那边拍下来，114有点小，太小了，还有那个，9是够了，但是这个距离太小了，要买35的，35才35最后35000。打电话呀！喂，我来高升桥啊，啥子嘛？就高升桥在购物中心，你要来吗？有说用的啥子？不要把说的明白。你过来嘛，过来就是看听跳舞人在这个华大商场，就购物中心这儿打个车吧，你骑个车过来嘛，现在10分钟就到了。就是那儿人最多的，你看嘛，那个肯德基对面。哎，好，我发给你，好。哇，德基真卡也来了，老婆没带电，把钥匙锁了。好的，我在中间。我把这个钥匙要给的时候，把钥匙锁到里面了，他要等会儿过来。
本来就会累啊，他看跳舞就不正常。对了，他们跳了一下午，我们拍了一下午，其实也没多久，2个多小时，4点多吧，拍到6点多吧，6点半左右。还是曲真的精神好哦，体力好，不是体力好，但是状态比较可以。对，他没睡午觉，他7点钟下班回家，3点多就3点钟出发，3点半到这边。吴京穿了新鞋子啊，穿了皮靴，让吴京穿了鞋子啊，敞开就是吧。没懂。带中，后面是巴特洪姆、苏拉。哎呦，巴特洪姆就超了后面。好高，好，我的手，这个要拆的吧？这不喊我要回来就啊，哎呀，他错嘛，他是5彩的是1.7弄1.7啊，你看嘛。他们是几个人？1、2、3、4个，4个人。10个。没是上4个啊，我刚4个人，没事，慢慢人多了。坚持下来，每年都办了点，每次越来越多。少的可怜。没事，慢慢就习惯了，慢慢人就多了。他那个应该100多吧？没有，慢慢就多了，要今人太多了，唱的好多都要直播。要试一试，给你们打招呼。我先这边绕一圈吧。哎呀，不冲了，我这个冲了不方便，有一点烫手。
不许特新闻。你来调的是手动挡，手动挡，啊，直接手动挡了。你这个叫2.4啊，就用2个。它大的噻，是1.4的嘛，啊，但是你如果要虚化的话，1.4的那个有意思，你自己调嘛，还有一个是那个消耗嘛。对啊，这反正慢慢研究嘛，这是刚入这个，到时候我再感受。它那个还有一个清晰音响说话，你设个快一点，可以放1.5倍，现在变焦的。这样就变焦嘛。啊，你那个有音响说话，这说到哪儿嘛？我找把我的地方放大倍率是呗？哦，你看来。这个清晰音响说话，你慢慢找这个名字，它是放了1.5倍，1.5对吧？1.5是吧？好吧，这种可以变焦，这叫清晰音响说话。哎，你慢慢找应该有。好了，你不是快菜的，快捷菜单里面有，快捷菜单里面你不单独设置，你不吃那个不指定菜单，这里面按钮那些呢，设计少看那些，单独设置，上面可指定里面有一个选项，一个叫清晰音响说话。这位也看不懂，有些认不到。他本来也不是，怎么说呢？就像那个拉车一样，有些他站稳都不认识。音做他妈出基本上开锅开的比较早。多少个？物价的，2星期的时间才下，物价的。来，可以吗？筷子组合，3个杆杆，高的，还高个是一米7以上的。这个还有一个有点高的。过上把脸转过来，身体转过来。
就今天参加演出哦，参加录制完整版的这几个人，6个人。啊，就是他们练那个新。他们6个嘛。挂了吧？穿红衣服那个在后面，这个，这边这儿了，这边，这边，这个啊嘛，你帮我限一下，好，我不好弄的，主要是手上。那个还没有给这个。等会儿我把那个哈达帮我测一下吧。啊，哈达帮我测一下吧，那边有你的车子你有花瓶这儿到了要吧？还要先，就得4个人。
最拥挤的，这第一个。这第一个，这个，哎，对。向日葵。拉过来吗？这个是湖北第一大，今天是说的，因为他说他要收那个发动部、发动地震，还有邻里拉错，然后我说可以啊，肯定愿意帮你忙啊，然后买了一些其他的。摆来这撑完一会儿在那里用。啊，这腾的好慢啊！照一下。
那个地上，还有。我又不好拿嘞。不好拿呀！好，还有2个，这个就是，还有就是。不好了，还有一个里面的，这还有一个那个他哦，不是他，这个不是那个，另外一个。怎么就装了个那么小的？对啊，就专门那个拍的，专门不是专门用手这样子拍的嘛，很清晰。这个上面。狗狗呢？啊？狗狗？他已经走了，刚刚进来了就走了。他们拿钥匙然后回去了，钥匙没带，然后第二个拿钥匙过来。他会过来呀？已经过来了，但走了。他刚刚回去了。对。我记得那个可爱狗应该走。对他没拿钥匙，收了5元了，太血来了。今天应该真的就是鲜花了。嗯，3个，还有送哈达的。仙子上不去，啊，就不拍了，仙子不拍了。这个是音箱。然后给你钱啊？他应该给了那个50美元。音响应该是。跟8堂去整那个。8堂去整要休息，送点东西。是真的吗？对。
在给把他去蒸了，把他去蒸。条一满是汗了。我看到那个吹响给把它去蒸。15已经很多那个 Pro Max 都已经少1000多了。哦。只有白色好像最贵，那黑色和蓝色基本上就少1000多点。买大的。我都有点想去买个一体的了，一体的才12600的样子。啊。就是黑色和蓝色。能给我买一体的买体噻。哦。你要买啥子？我想买15 Pro Max 的一体的版本。哦，那个已经不是原价14000嘛？现在价格是14000多了。直接换了个相机了。哦，好像2万多了。相机不方便，就懒得背。我拿的定你要在这儿来拍呢，你肯定要弄个喜欢摄影就不存在。照下来，妮妮老师在不在？没看到他。好吧，吹响给他把他去蒸50年。哪个来？把他去蒸没回去休息。他早上7点钟才下班。哦。3点半。给了他50美元。哎，给他买啥子？说他们上次就人奖了他们1人1万块钱是吧？没要，把他去蒸后我们都没要。哦，都没要。他坚决不要。所以没看妮妮老师嘎，没看他。对，他有在外面耍吗？他应该没来，不知道来不来，应该要来了，里头要来的吧？介绍吧，按他的介绍吧。扎西这个是去蒸，把它去蒸，他们叫香秋去蒸。那个叫秋季，过来那个是杨雪儿，这个白的衣服，永贞，这个是罗桑，罗桑后面那个叫银座，后面做马出，这两是筷子组合，筷子组合就说1.7米以上才是。这个是五金，这个看鞋子好帅哦，红木啊，多个的红木。那个是礼堂卓玛，礼堂的，礼堂卓玛带装初代装老板。这个叫格装取真，格装取真和扎西是亲戚关系，表哥表弟的一种关系，像玲玲。然后后面那个是维朵豆儿，玲玲叫母语玲。这个是那个不是南卡，那个叫啥？很少来。叫啥？啊，一下想不起来了，短路了啊。红色的叫巴塔欧姆，这个不行了。这个是莉莉。拉14岁，这98，黑一会儿98。这后面是次郎巴西，这后面的是加罗拉错。这个小女孩我不知道，没去问那些。这个是老福，我们的服务员，他减肥减得很明显。刚刚跳那个舞的时候，到现在减了40多斤了，不是减肥了，是无意之中就减了40多斤，现在中午。这几个都是老手。都不用跟你介绍了。这个就苏拉，这个直播的苏拉。那妮妮呢？你来呀？
退休了，他是一个主任，还有一个医师吧。今天那个委托是湖北的那个，我刚才说无产哈达，拉凑008188到8885。然后成都市政府还有那个基金，阿里巴巴的基金赞助，也就是捐款嘛，就奖金嘛，奖金就那个发到给1万块钱，不巧的是他们坚决没收那个1万块钱，奖金没要。啊，几点钟？哦。我以为要去。他们是不是应该得开半个小时？他是拿去噻，还有就是这个修理噻。我跟他说一下啊，那个还没来呀。玲玲没来，玲玲没看到，我不知道她在哪个位置。那个哈达他们3个都下了，还有玲玲老师都没选，他人没来好像。
对，我看小和尚休息。什么川藏直播间啊？那个玲玲我没看到哎，我找一下玲玲，玲玲找不到的话，联系下面拥挤吧，好吧。我再找一圈吧，找得到就送给，肯定就送给玲玲老师吧。然后，如果找不到他没来的话，那就直接送给永吉吧。谁啊？谢谢。啊，对，我还配合他了，真的。他们一个一个跟我比起。你看玲玲老师没有？啊，玲玲老师看没有？没看到。没来呀，好像。李老师啊，玲玲，玲玲，哎，对。今天没来，他昨天来。哦，对，没来，没来。那我就送个永吉啊。对，我刚刚问了，今天没来。他今天我问了旁边的人没来。请喝酒。下午3点多，下午3点多点，3点多点。好，知道不？
这个持续会一直持续的，今天没来，一般都是让他跟他说，很少别人说，他觉得要进镜头嘛，镜头的肯定就觉得算没必要吧，就是不认识了。这是开学。看旭跳的他这个道声，他跳的不一样。王七，哦，等下我补一下。王
放青没烂哟，放青没烂，灯子噻，你是送永记，送灯子。33。马上要完了，告诉我一下吧，你看你送灯子还是送给永记？永记现在在跳了，他刚刚在旁边休息。日出的地方。全是直播价，到完了。交流跳舞的经验，差不多是吧？和那个叫啥？这个样子，那个咋了？两个关系非常好的那个。哇！给你。又是给我的？不是给永姐的。我以为又是给我的。他不好拿嘞。啊，给你。你拿着水去啊？啊？不用。好了，输了。还有一个。没有。没水了。这个歌好听，非常经典。叫啥名字都不知道，哪三首歌？边条新是新的歌，都不叫啥名字。这个不是，之前剪掉的新舞，新舞还没有，我们要弄完了再可以。哦，名字不知道，名字有。哦，好，啊，确实过年过。就这里，这个上面那个。
累瘫了，我感觉累的就是耳朵就是都有点。有点那种晕眩那种感觉。对，有点晕，就是有一点晕。哎。因为一天都没吃饭，我起来我就过来了。就是饭没吃。我车上有吃一道是没拿，我拿回去，我买的拌菜，我在我那个北深路买的拌菜，我没拿过来。啊，就是个满利科医院。那那边有个医院的。满利科对面，我买那个店儿开了15年了，它味道很好，哎，就是很有名，叫李记牙体王，以前叫下岗职工啥子店？不晓得。反正很生意好。我这儿娃这儿上补课了嘛，我就这边顺便就买了，顺便买它。啊。新的话。新的。几点钟？他们9点半，他们9点半。完整的。这个是最完整的。这叫啥名字啊？这个叫啥名字？狗吗？这个瓜啊。不知道什么名字，问起来。我去查一下。我以为是这3个。这3个。你们喊的筷子组合，最高的。9点半，哦，9点半，对，9点半。他们3个还有一个搓麻，还有是云舟，他们3个经常在一起跳。
真的。今天跳了好久了，4点钟开始跳了5个小时，就算中间休息就是4个小时吧。然后跳舞的，曲真都跳晕了，饭都没吃。谢谢，太谢谢了。他们今天跳安逸了哦，然后他今天跳安逸了，跳累太累了，没电了。需要控制生活。这个都没电了。叫李兰。哎，我看一下，我们这个一拍吧，试一下。哎，看一下这边。哎，啊，你这里面还有美颜对吧？应该有吧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有吧？有没有？应该没有吧？好像没有。没有本来就不没有需要。美颜太可怕了。不用啊，你本来不需要美颜，光线好，是不是？光线不好，家人们有点黑了。本来不存在，没有美颜不可做的呀。就不要看他眼。一天辛苦了，好的，不辛苦，拍得开心吗？有点黑吧？这说的英语我不会哟。这面也。哈哈，说下班了是吧？再远一点。下班了，9点半了。明天是星期3。明天星期天。明天星期天啊？对啊。那我还可以跳星期天1、2，我们还可以跳3天。为什么呢？家人们，明天我要加班，后天就可以跳了。啊。我明天又要加班。那拉姆娃反正来嘛，拉姆娃你反正来。拉姆娃明天会来。对啊，反正来噻。暂时得了。来，跟他给一个袋子。给你一个袋子。光线不公得了。可以说张宇他们就签了。对，他写的藏。这里面藏语都可以啊。对啊。挺方便的哦。这上面可以打藏语吗？都可以啊。那你输入法有就可以打。真的啊？它全球性的。谢谢。猪八戒就是漂亮。是不是没有美颜的下面有点恐怖嘞？不用美颜了，不用美颜，是不是？好黑，看不到。正在那里黑吧。不会英语的话，用这个播可能有点。看这个。不存在。这个没美颜。不知道，应该有些人带。这个带美颜，看这儿有那个，这个，然后那个。那你就开噻。加那个，这个。那你开启不了，我这不是开了吗？这开了吗？这不开了？这已经开了，这个开了，这个开了，有美颜。有3种方式。哦，有啥？有美颜，你看嘛，这儿还有一个。哪种好看？选一个。中间的。中间要白一点。这个他写了个藏文，我看一下他写的。哎，好，马上。国庆的。上面拿。北宁火牛，我呀。它是玉树的，玉树的。国庆，它就得请。然后我回去了，家人们，拜拜。国庆。它玉树。今天还正常，今天切换镜头正常。那天切换下去就是卡死了，不知道啊，软件的问题吧。你车放哪儿的？我还放哪儿的？还不哪儿的？刚才那个徐峥说的好饿。对啊，他饿，还有头晕的。他没吃饭，他只喝点水。他昨晚通宵了嘛？他7点钟睡，下午3点钟才3点钟起来。发际修复整了半天。这的比较麻烦，我觉得你那个把你4K弄出来，只有720的分辨率。就是想把你以前的修复一下。有一个超彩。还有线。哎，不晓得，那有可能那边去了吧？有可能给视频那些之类的吧？有可能拍视频去了。今天又要麻烦老师打车了，又麻烦永吉老师打车回去了。送的花了嘛？送的花。这个我木那边。吃不吃？哎，什么？他不用，谢谢我。你们没吃完，你跟曲珍我吃了，我马上到家了。不是，我们吃，热的。好，谢谢。饼子，葱饼。他5个银子，刚能有。有一个因为我晕了嘛，曲珍。我晕了，曲珍走了。好吃。
鲜肉饼，鲜肉饼。处理后的就是，这就是处理后的。你吃完饭没有？我在家里面还没有，我等会儿回去吃。对呀，你刚才又说回家了。我买的你这拌菜。陪完了回家。啊。你回家肯定没时间吃饭。有吃到6、7点，我他们都吃完了。我回去他们2个都吃完了。啊，那我说你回去肯定没时间吃饭。没有，我这些你订花还有订花，还打印东西，还有买礼品去。对呀，你哪时间吃饭了？你20多块。回去就6点50多，快要7点左右。这个处理后的食品，我觉得一点都不好，嘎。哇。有点模糊。模糊。我觉得它那个手法其实没啥子用的。把它加热嘛。这样子嘛，到那儿那边去，找一个店把它加热。不用，没事。就吃亏。加热更好吃。鲜肉饼。鲜肉饼。我不晓得今天开学去。你怎么拿呢？要不要帮忙的？有没有帮忙的？重了那个水果有点重。这个水果有点重。大车嘛，大个车回去嘛。什么水果呀？里面有很多种水果。你说的吧？一个朋友委托的。是湖北的，他说的吃。他们全是水果，卖几种啊？有提子，有香蕉、苹果，有做柿子，还有那个没有柿子，那个。你定的？我去喊他买的，我这儿买的弄炫东，那个弄的。哦，你刚才回家你是到宣花店去了？对。你到花店去了？水果店。水果店。那你时间好紧哦。就是啊。没事，没炸很紧，它是宣花。还要去订水果，还要弄花，你时间好紧哦。不是很紧啊，走的时候弄完就7点35。那你就赶紧过来了。我这3点7点35就过了噻。那你肯定没吃晚饭。所以他们就吃了，我让他们吃，我俩吃了。你没得时间吃的嘛？有是有的，你没有没啥子的，我买一天吃2顿就够了。我还那个康猪的，没上。康猪今天晚上来了对吧？今天。